第三位分享者呢是咱目前伫台南咧读女中吼，伊是一位高中生的维杰吼，伊之前我是伫网络顶伫 IG 下面有开讲着，想讲会当邀请伊来分享伊的人生故事。伊的母语嘛是台语，伊是为国三高一开始，逐逐发现讲伊的母语台语敢若渐渐的无去啊，所以伊就开始注重即个议题安尼，伊就开始去了解本土语言的议题佮有即卖发展。而且伊伫高中的时阵，嘛有参加一个叫做台湾文化队的社团，安尼。好，安尼接下来的时间交互维杰来分享伊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徐维杰。我开一个我 PPT 好啊。好。小等者。好，无要紧，豆豆来，莫紧张。大家即个时间若有啥物头拄仔无看到的讲者的资料啊、讲题介绍，拢会当伫咱的白板内底看会到吼。咱若是有啥物问题，还是想法，你会当伫内底大便一贴吼，因等下拢看会到。另外等下咱第三位、第四位分享者分享煞了后，咱最后时间来留落来讨论讲今日所记录到的台语文的词类。我的网络敢若毋是足好，我等一下。好，还是你要先OK，安尼使。看着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徐美姐。我是台南人。我的母语就是台语，因为爸爸妈妈拢是讲台语的。再来是我的自我了解。我叫做徐美姐，即摆咧读台南女中的2年啊。我是社会组，今仔日我拄好满14岁。生日快乐！我哋好。谢谢，多谢。生日恭喜啦！恭喜！谢谢。我哋好好参加的社团是台湾文化队。但是我会讲我社团的创啥。遐是我的 IG， 会当看一下。我要先来讲我的家庭，甲我想要学台语的原因。我细汉时阵是，我阿公阿嬷、外公外嬷来阮兜住，因为因无放心我互保姆来顾，所以因着拜一甲拜五的时阵拢会来阮兜安尼。伫遮时的时阵，爸爸妈妈上班，阮伫厝内拢是讲台语，就少咧讲国语，因为我阿嬷袂晓讲。暗时的时阵，爸爸妈妈转来啊，我甲阿公阿嬷阁是讲台语，毋过甲爸爸妈妈讲话的时阵，就会讲华语，因为爸爸妈妈少年的时阵就开始讲华语啊，所以对因来讲，华语是因就是最熟悉的语言，对因来讲嘛是安尼。我去幼稚园进前，我的台语拢是甲华语共款练得。毋过去幼稚园了后，伫学校拢是讲华语较济。虽然有台语课，毋过足少诶，也是讲华语较济安尼。5岁诶时阵，阮阿嬷就因为车祸过身啊，所以
迄个时阵感觉无啥，伫大汉了后差不多国校、国中的时阵，我就知影讲，阿公伫即个世界上的日子嘛愈来愈少啊，安尼。毋过我的台语嘛，阁是足歹的，所以我甲阿公讲话的时阵，伊听无我咧讲啥，我嘛听无伊咧讲啥，所以我就想要甲台语学好，安尼才会当甲伊开讲。这是我国校一年仔时阵参加教会讲故事比赛。迄个时阵我拢伫学校拢讲华语啊，少咧讲国语，伫厝内嘛是。迄个时阵我是第一名，毋过迄个时阵我的台语已经退步足济啊。就是只有咧比赛的时阵才有咧讲尔。搁有因为我讲的故事是伊都教的，啊我本身毋是，所以其实我嘛无足了解我到底咧讲啥。就是比赛了，我还是毋知我到底咧讲啥。即种比赛，我感觉会当互囡仔，就是会当接触到家己的母语安尼，因为迄个比赛是有到国校6年啊，拢会当参加。就是去国校了后，大家已经拢会袂晓讲台语啦。有一个人是自细汉到大汉拢袂晓讲安尼。我感觉即种比赛就是会当互囡仔有讲台语的机会。那个55是不小心按到了。国校的我对台语的感受，因为国校拢有每一个礼拜拢有一节台语课。我是迄个时阵就是有一寡老师嘛无咧认真咧上课，所以我嘛无咧认真上课。伫台语课时阵，阮拢咧耍安尼。迄个时阵可能因为有咧学英语，所以我就会愈来愈感觉讲台语学台语感觉无啥物路用安尼啊。伫高中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发现讲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啊。就是我买2年的时阵，迄时阵公司台语台拄啊好，就是变做14台安尼。我是看到迄台，我才感觉讲，其实台语嘛是一个愈来愈少人会晓讲的语言，足紧就会无去啦。搁有我是去高中的时阵，我才发现讲高中无台语课。你若是要上台语课，就是你爱牺牲你本来一节课，佮去上，无就是早自修的时阵爱去安尼。所以我就无去上啊，安尼。所以我的高中的时阵，我的台语就是愈来愈歹。搁有因为阮学校就是有双语政策安尼，咱校长咧升旗的时阵，伊会教我讲英语，就是足侪课，像童军课嘛是讲英语安尼，就感觉讲台语愈来愈无人咧重视啊。搁有就是台南的高中生要高中的时阵，有一项加分的是语言认证，你会当考英语、台语，拢会使。我是迄时阵才发现讲台语嘛，安尼，因为
我迄时阵才有考，敢若有考过英语全民英检尔。迄时阵有淡薄仔对台语有兴趣，是因为会当加分。毋过后来我是袂赴去考。刷落来是高中了后，我开始伫网络上会追踪教台语的账号，有足侪啦，我着无写出来啊。搁有一年仔的时阵，我放学了后会去参加学校甲教育部做伙办的直播，就是有一个老师，伊会伫因兜用电脑甲阮上课。搁有阮学校搁有甲学校做伙上啦。我是感觉讲，迄有互我的台语较进步。毋过效果无足好，因为老师袂当来阮边仔甲我讲，对镜头我嘛会歹势安尼。搁有一个是，我感觉互家己较厉害的方法，就是拄着时代，就是拄着会晓讲台语的人，着甲伊讲台语，伊听有着好安尼。搁有3项是我有发现讲有台语的 podcast， 因为我是坐火车去学校的，所以我伫放学也是去学校的时阵，我就会听这，无我就是伫火车内底耍手机啊若，嘛无咧创啥，目睭佫会歹去。上学期我佫有参加学校办的台语的工作坊，我袂晓讲，这下一页会讲安尼。这是我学校的生活。第一张图就是我的社团，就是台湾文化队。阮除了会台语以外，阮伫歇热还是歇寒的时阵，拢会去原住民的部落。咱嘛会讨论一寡议题安尼。第二张图就是青兄厝的安妮，伊本底是一本加拿大册，中文叫做《清秀佳人》，应该足侪人拢有看过。毋过这本册伊的台语的版本是叫做《青兄厝的安妮》。阮就是会做伙看迄本册，因为迄本册拢是用台语甲罗马字写的。迄个 QR code 就是阮甲一段故事印出来安尼，会当去看。毋过，我是第一个出现的。这是前几工的时阵，闽南语的认证，放榜。这是我头一摆参加考试，是8月的时阵。我是考 A 级啊，因为我毋是足会晓讲啦，我就顺利有通过 A2 安尼。每年开始，教育部的考试是一年考2摆。我看到这个时阵，我足欢喜的，因为安尼我3月会当去考一摆，若是无过，就是8月考一届安尼。因为我过一年我就爱学册啊，我会惊我歇热迄时阵我已经开始无去啊。这是我伫学台语的过程中拄着的困难的所在，就是我伫学校无人会当教我练习对话。搁有因为我台语足歹，我高中伫学校中讲台语。阮同学都拢会讲，我讲足奇怪。我爸爸有时阵来讲我讲，就是有一个怪怪的腔安尼。
这是一寡互我足感动的代志，就是我有甲我同学讲，我今仔日要来甲大家用台语分享我的故事，所以我就甲阮同学讲，若是会晓讲台语，拜托伫学校就甲我讲台语安尼。我本来想讲会无人插我，结果因为阮后礼拜要比赛，所以阮即礼拜放学的时阵，拢会留伫学校拍球。就是阮咧拍球的时阵，所有的同学，阮班所有的同学拢陪我讲台语。伊是就算讲因袂晓讲，所有的人拢陪我讲安尼。本来想讲，因若是袂晓讲，就莫勉强啊。毋过就是因也是陪我讲安尼，因讲要互我一个听台语的环境，安尼我才会讲较顺诶。搁有后来是阮爸爸妈妈拢支持我会学台语，学台语就是因会陪我讲，虽然我讲甲也是足怪诶。最后是我对未来的期待，就是我希望讲我会当考过 B1， 若是较顺利的嘛是希望讲会当考过 B2， 不过我感觉可能伫高中的时阵有较困难，搁有就是我会当完全用台语沟通，就是因为我的台语真正无好，即个时阵我拢会讲国语安尼。第三个就是除了台语，我想讲，因为我幼稚园的时阵，学校有讲教阮讲客话，国小的时阵嘛有，上课1学期尔，我就想讲，这拢是台湾的语言，所以只要有人会，伊就会安尼传落去。搁有我嘛想要学晓原住民的语言。我会讲布农阿美，是因为我拄仔好有这两个，就是这2个组的同学安尼。我的分享就到这，多谢大家，嘛多谢阿东的邀请。多谢伟杰的分享。接下来时间就等互大家来甲伊问问题。有人想要甲伊问问题？首先是明峰，请讲。哦，迄个美杰吼，我甲你讲，你做迄个 PPT 足水哦，你的内容嘛足袂歹。我想要甲你请问一下，你是为几当前开始学到即久 ？Hello？ 啊，我无听清楚。好，我甲你讲啊，你 PPT 足水的哦，你的迄个口才吼嘛是有影袂歹哦，要过就是，对啦，这先甲你学落者。我是想要问讲，你是对几当前开始学到即久？哈，来即句。到即久。即句就是即摆的意思。即摆啊！我细汉就会晓讲啊。我是讲写，还是读？写。对啦，写还是读是当。我的时阵，咱的课本就有台语的字啊。迄时阵是会看淡薄啊。是高中的时阵才开始家己去学。国校有教罗马语，毋过我无学好，我国校拢袂算。不要紧啦，你几年开始学？嘛是你是1年开始学？1年。你讲高中1年开始学？我即摆2年。哦，你当初时参我学是差不多啊。你若有啥物资源是你是是讲你即久敢有？找到什么人用文字来甲你开讲，还是用语音来参与开讲？
就少呢。足少哦。哦，我甲你讲啊，我甲你讲，我有一个老师啊，伊会晓，我有时阵会甲伊讲，我甲你讲，写批啊呢。我甲你讲，亲像你转少年的哦，当然嘛是爱找迄个较少年的朋友吼，咱同齐来开讲吼。我甲你讲啊，哦，阿东哦，还是火金哥吼，因两个吼，啊，佮有我啦吼，咱阮三个拢有足侪迄个少年朋友哦，拢会晓写台语文，啊，讲台语，讲台语啊吼，啊，讲啊足练转的就对。哦，你若是有兴趣，我会用互你资源，哦，啊是你要找，就是互你熟识遮侪朋友哦，因人拢对台人拢袂歹啊，吼，你对台人拢足好诶，足友善诶。哦，你若是有兴趣，哦，会用参我，就是参我直接，啊是啊，你若有啥物款诶问题，用问阿东还是问火金哥？好，好，多谢。加油呢，哦。拜拜。说来，咱换阿英，请讲。好，我想要分享一寡我听你分享的想法，就是我感觉你已经是足够的，因为你看你是伫国中、高中就开始咧，想即款的议题，啊，毋过像我是到大学2、3年啊才开始想即款议题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你即摆咧做的代志已经是足无简单的。啊，还佫你一直讲，你感觉你的台语讲了无真好，啊，毋过我感觉已经足够的，所以你毋免惊伊讲，你讲出来感觉真奇怪，你就勇敢甲伊讲出来。逐个若是感觉讲，你哪会倒一个字讲毋对，安尼你就讲我无啥会晓，啊无我会使甲你请教无？伊就会使，就是伊就会甲你教，就是希望讲，莫互伊一直甲你笑，就是伊若是甲你笑，你就甲伊问讲。啊，无你敢会使甲我教，我就安尼你就是会使个进步。啊，还佫有就是，啊是你想要分享？嘿，我试着。好。还佫有就是，我感觉有一件代志是足感动的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就是你头拄有分享着你即摆咧做台语的即件代志，啊，你的朋友啊，你的是大人啊，拢会甲你。加减拢会甲你讲台语，就是我感觉即件代志，伫我咧做推广台语即条路的时阵，我嘛是拄着真侪即款的朋友，就是虽然讲因本地无咧接触遮的议题，啊，毋过因看着我，因的自然就会想要甲我讲台语，我就会真欢喜，所以就是我感觉我会使送互你一句话，就是你毋通看轻家己的影响力，就是你即摆开始在做遮的代志，以后大家看到你，就会想到遮的代志。凡说你会使拄着一个甲你同款想法的人，伊就是会使甲你做伙向前行，还是讲伊嘛是会使分享互搁较侪人，推销互搁较侪人安尼。所以我感觉就是你足够的，所以加油！啊，你若是有啥物问题，欢迎来找我，还是阿东，还是社团内底有足侪人拢会使，互你资源啊，甲你分享，甲你开讲。你若是有啥物问题，拢会使来问我，安尼。好，谢谢。真赞的鼓励。好，安尼说来最后一个问题，吼，德辉，请讲。因为头拄讲着迄落。你第小姐佫咧学迄个音嘛，就是讲，我是提供一寡我个人听到一寡会使写个部分啊。啊，我无咧问问题啊，对个问题，可能请阿东佫后一个人安尼是。啊，阮头拄听到就是上明显的，就是迄台南的南，暗啊合吞音爱合起来，因为头拄迄味地拢讲台南啦，啊，毋是南咯，是南哦，南。啊，佫有迄合吞音的部分，就是甲迄感动的感嘛是，感动的合吞音注，啊，佫有迄落，看卖啊，因为看边仔的人拢写规个字安尼，啊，佫有迄部落，伊头拄袂晓讲嘛，迄个部落，吼，啊，佫有迄落看卖啊，上学期袂晓讲就是点，我本来是讲点学期啊，吼，啊，佫迄落，迄个就是上习惯一种迄落发音的所在，就是迄落音甲音啦，啊就人讲迄
你头拄讲着英语着无？你头个是讲英语哦，吼，英毋是音哦，是英哦，英啊！你的喙舌头啊，卡着你的迄落，你脑筋，脑筋伫遐啊卡着啊个英嘿，英的迄个喙齿伫后壁啦。是，迄个声伫迄较后壁的所在吼，这要注意吼。啊，搁迄落。我看卖啊，吼，后尾牺牲，他读到牺牲吼，即共款市定音嘛要注意。啊，搁迄个重视，迄个讲，读到迄个台港竟然就有提供来讲或者要紧，啊，就是民风在提供，啊，搁有一个迄个环环先生嘛有提供好做对中对中，啊，即互你参考。注中，注中有嘿，啊，搁有迄个，你头拄讲要讲台语台语个成立，吼，你要讲。你想要讲成立，可以再讲成立，嘿，安尼是好。我本来过到遮。你若有啥物发音的字，还是讲啥物款的资源，因为找迄个我，还是陈德辉，还是火经过，搁有社团做侪人，拢会甲你替你开破，有任何问题做你问哦。煞尾上尾还佫补充一点就好啊，就是头拄个第一人称就是我哦，台语的我啊，你读个我，啊毋是我是我哦，录音爱出来，就侪人迄录音拢走去，因为大部我听到迄较少年辈台语人拢是迄录音其实是会晓，毋过毋知影是安怎，就是读第一人称的时阵，迄录音就无去啊，你肯定要注意我哦，我哦，好。好，我莫阁啰嗦嘿。安尼就是。大家若有啥物其他的想法，还是有问题，咱先写伫白板内底吼，然后咱的分享者来看。好，安尼就先感谢伟杰今日的分享吼。